来看台北市一间高中有一个特教生情绪失控，竟然对老师起骹动手。教育部长潘文忠伫立法院表示讲，未来提供愈侪资源，予老师带特教生，嘛强调讲113学年度开始会增加特教助理员，一档400个，4档计共有1600个名额。学生甲老师去冤家转医转道。台北市某一间高中，顶一日有一个特教生，上课的时阵情绪失去控制，过程当中，佫甲老师起骹动手，其他的师生主动才打动。当下是有跟家长取得了同意，就是先让学生在家里稳定情绪，连续教学1周。当天我们也已经入班做一个班级的团体辅导，我们也有跟教育局申请了情绪障碍的行为学生的辅导资源来入校来协助。学校表示，先予这个学生伫厝内远端上课，测试中昼召开辅导会议，邀请情绪障碍方面的专家来学校协助。因若这个事件伫网络顶流传，引发各界的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嘛去有调查立委问讲，普通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课，要安怎做才会较妥当？他都不知道说现场班级里面哪一个是特教生，哪一个不是的话，那是不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层出不穷？不太可能是。不了解了。什么时候我们找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大家共同来开会？1个月内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好，1个月内教育部召集各县市政府教育局，我们聚焦在这个特教孩子普特融合的现场，特教老师其实光是照顾特教学生已经疲于奔命。教育部这边有没有任何想法来协助普特融合的教育现场？增至专任特教助理员，每年400位。4年有1600位，相较112年足足增加4亿多哈。那未来还会再持续增加哦，像在113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0亿左右了哈。正式特教助理员的计划为期4年，按算113年经费有到10亿。潘文忠嘛强调讲，除了助理员的计划以外，嘛会甲各县市政府合作，增加更较侪专业的演习，予老师拢会当有相关的技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